同學朋友，大家早晨。今日11月1號嘅星期六，而家又回顧翻上個星期4個交易日，27、28、30、31期結月尾，最後嗰兩日嗱，最後嗰兩日係大跌嘅。整個星期得呢支陀螺嘅陽燭，全部都陰燭，非常之唔靚嘅。咁睇翻其他線索，對於我哋11月份嗰個市場，對好友有利，還是對淡友有利？先睇美國三大市場。雖然好多陰燭，但係仲有啲大陰燭，上邊估價要沽穿呢兩個位，都跌先有機會穿呢個位。就算跌穿咗714，仲有呢個區間做支持區，暫時睇審慎樂觀。全部都陽燭㗎，月線圖，月線圖陽燭，估價要沽穿呢兩個位，都跌先喺呢個支持區度上落，沽穿埋呢個位先講再跌。咁啊，雖然好多陰燭，月尾效應食糊，睇下會唔會11月份落嚟試底再升，定抑或繼續破頂，定真係跌穿埋呢一個位喺呢個區間度，好淡爭持。暫時睇雖然好多陰燭，不過仍然係審慎樂觀。納指都係好多陰燭，不過仍然審慎樂觀，因為全部都係啲支持區上邊嘅，沽穿埋呢個位先講轉勢，全部陽燭。大家睇下 Nasdaq 陽燭、S&P 陽燭、道指陽燭，全部都審慎樂觀。上證雖然好多陰燭，不過支持上個月個頂部，呢個月個底部，呢度個支持區沽穿咗，先有機會落嚟試呢個3723、3674。雖然好多陰燭，最後兩支我預佢呢啲係食糊盤啫，未講轉勢，審慎樂觀。啲金就唔肯定啦，因為勉強頂住呢支仲係陽燭，萬一下個月穿咗呢個位出陰燭咧，呢度整個早晨之星咧，sorry，黃昏之星咧，咁就大件事啦。對啲金嚟講，希望唔會啦吓。咁如果同日線圖去睇，而家區間上呢度做咗個頂部，呢度而家係阻力區，呢度而家係好淡爭持區，呢度係支持區。再跌穿3800，就要翻嚟試前頂3500，定抑或就算唔大升，都起碼喺呢個區間度玩埋呢兩個月唔跌啦。咁啊，暫時形勢上，總之好友未上翻4200咧，成個形勢都未轉翻好嘅，一係就低位徘徊，一係就繼續下跌。咁啊，睇埋我哋啲股票咧，700雖然唔算好差，不過一定唔係好好，因為一個頂之外，仲有兩個頂，但係呢度兩個底。如果失守呢兩個底咧，即係落嚟試600或者以下。如果唔係咧，就仍然喺區間上落，等待突破。只不過而家暫時咧，即係700咧，講緊好淡爭持啫，未算最差。不過睇落去亦都唔算好好。阿里一樣喺個頂部多兩個頂，呢度兩個底，萬一吉穿呢兩個底落嚟尋底，穿150繼續試底。好又要突破175先，如果唔係咧，就係呢度到呢度好淡爭持，等待突破。牌面上最多係話佢好淡爭持啫，都未有翻利好信號。睇下下個星期行多個禮拜，呢啲股票會唔會形勢上轉翻好啦？兩隻都唔算靚，呢隻就更差，暫時唔使理佢，落嚟尋緊底啊，沽落嚟守多個36蚊咧，已經上上大吉。呢隻暫時忘記佢先啦，隻小米。3690出完支陽燭，雖然有支陽燭，但係未破呢兩個頂，即係呢度仍然係頂頂頂，未破呢三個頂。萬一有咩差池穿呢個位咧，就落嚟尋底。不過嚟尋底咧，又唔使咁擔心，因為佢出個陽燭咧，點樣尋底到最後咧，都有機會翻上嚟呢度嘅。問題到時跌穿咗95蚊，喺90到60蚊之間，搵到幾時搵到個底啫？當然最好就係唔失守呢兩個位。竟然突破埋呢個位，企得穩嘅話咧，咁就證實呢兩個係底咧，咁就向翻上行啦，就3690得唔得？下個星期睇下佢啲區間上，仍然區間上落定有所突破。3690算咁多隻裏邊唔係咁差噶啦，因為佢跌得多，可能已經跌到過咗龍啦。
9618一樣，兩個底兩個頂等突破，唔突破就區間上落，區間上落之後一係就穿底落，一係就上翻去，即係仍然係好淡爭持，都未見到呢五隻科網股有一隻係靚嘅，只不過冇咁差啫。好，跟住388睇落去都唔係好開胃，呢度做咗頭肩底都冇陽燭，再破埋呢兩個位咧，呢個位大件事啦，即係破得418呢個位受壓，穿得呢個位咧落嚟是400，暫時唔好太樂觀住，即係呢隻唔咁樂觀咧，所以我對我哋個期指咧就唔敢過分樂觀住，全部都係得一隻單天保至尊，就係呢一隻匯豐，好多個底。雖然呢度都有兩個頂，但係佢哋個頂咧唔係太遠，就算唔破頂，區間上落呢度都有成十幾蚊佢度玩上落，直至沽價沽穿埋個100蚊都跌，先擔心匯豐呢個112.2係咪2025年最高位啦？全部都係唔係太理想，除咗隻匯豐，所以睇佢哋個期指咧真唔敢太樂觀。4個交易日係陰燭多過陽燭。咁啊，仍然受制呢個區間300、600跌咗落去，咁即係話如果萬一再跌不行，再穿底再跌，就會有兩個支持位試穿埋就唔使諗啦，繼續狂跌添啦。因為呢度如果都跌嘅話咧，就變咗 A、B 落嚟揾 C，但係好彩地唔跌穿呢個位，仲離奇地竟然可以升穿翻呢個頂咧，咁成個形勢就唔同咗啦，會變咗係呢個唔係頂上嚟，一係做雙頂。一係再上嚟揾多個雙頂，然後再跌翻轉頭，咁所以最重要就係睇星期一、星期二，究竟星期二收市仍然係困住喺呢度同呢度上落市，突破到呢度對好又有利，跌穿咗呢度對淡又有利，所以而家25907夜期大概上翻26000咧，就攞呢500點做好淡爭持區。升破250先有機會挑戰500、750或者27750，或者要突破呢度咯。好啦，唔突破嘅話咧，即係跌啦，跌翻轉頭25500，睇呢500點受唔受到位啦。25500即係跌穿咗呢個咯，即係落嚟試呢個位，至到25000，大概呢度附近啲位。咁睇下究竟兩日星期二之後4點半收市，究竟係喺仍然喺區間上落未有突破，定一日破底落，還是可以奇蹟地穿呢個頂上？因為有啲奇蹟先至可以升得翻穿至6705啊！希望奇蹟出現啦吓。好，今個星期功課到此為止，下個星期11月行咗個星期咧，整個11月嘅線索咧就會明朗好多嘅。好，祝大家有個愉快嘅周末，周日假期，下星期再同大家做功課。